今年嘅名作家講座系列咧係非常唔一樣嘅，就係主要係佢係請咗好多唔同嘅背景啊，同埋係即係 unorthodox 嘅。譬如話我哋請中國大陸嗰個好多後生仔中學生好中意嘅作家郭敬明啦，咁佢係喺大陸係好爭議，但係佢係一個中國收入最高嘅作家嚟嘅啊。咁同時我哋亦請到呢個中國嘅禁書作家沙葉新啦，咁佢嗰本書江青同佢丈夫們咧，亦都係而家係中國大陸嘅禁書嚟嘅啊。咁另外一位就係張賢良啦，賈樟柯佢嗰個24城嘅電影咧，咁佢亦都喺國際影展上獲得好多獎嘅。中國不高興呢本書咧，佢3個作者都會同我哋大家交流，因為中國不高興咧係今年咧係中國大陸咧係好受歡迎啊，同埋係暢銷嘅書，但亦都係非常爭議性嘅。中國大陸我哋有包鵬山咧係呢個百家講壇講《水滸傳》嘅咁有王強咧講呢個 Office Politics 職場小説嘅，麥嘉咧就係講呢個間諜世界嘅，佢嗰個電視劇咧暗算啦解密咧都好受歡迎嘅。佢曾經亦都係獲得呢個舊年嘅茅盾文學獎。咁台灣我哋有顧玉玲啦，咁當然另外台灣最出名嘅作家之一就係朱天心咁佢曾經寫《賞我眷村嘅兄弟們》啦，專欄作家楊照咁佢亦都係同大家喺香港係第一次見面，應該係喺書展上咧係講起好多寫專欄同埋出書嘅經驗。咁香港方面咧係我哋今年係也斯啦，也斯一個出名嘅詩人作家教授，佢個今年一本係後現代嘅愛情同埋食物咧，係佢寫成11年嘅一個長篇小説嚟噶。咁另外年輕嘅作家韓麗珠咧係寫《風箏家族》，亦都係舊年嘅10大小説之一嚟嘅。今年咧我哋請到喺日本一位叫楊日嘅作家，佢係用日文嚟寫小説，咁係獲得咧呢個艾川獎嘅林旭生教授喺美國 Wisconsin 大學過嚟㗎。